火凤屯养老是民众重要的客家意象。不过，第一摆南台湾大体通过后，也到内转做嘅传统建筑，佢道路转合往里往别嘅。不过又因为唔系顾节，系会涨呢拿唔到补助。有地方人士都提手讲，彩体文化保存会受到影响。不过也有学者讲，政府嘅资源本单如果有限，会等补助靠自家嘅力量个色彩。而建议讲，居民也是在重新思考火凤保存下来嘅意义系乜嘅。一大块蓝白条纹的塑胶布，检测的火凤的活动，也便系美浓镇海家下的重价火凤。一摆太体通，如同旗下10年的专业，做个系别枪枪。火凤的保存面临严重的考验。修长要的东西，经费的问题，农家人啊吼。经费的问题个重要咩吼？咁迄种讲政府可以补助，做啊个好来，吼，同埋啲保留要文化鲜明的遗迹。那像莫拉克就有这个莫拉克的这个特别条例。那另外您讲的这个相关的资产，如果是在灾损的部分，我说公部门的资产，那我们就会依照法令来处理。那如果是民间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依照相关的一个条例。根据高雄县文化局的讲法，想要达到体同后的财损修复，必须是可已经被登录做古迹的建筑。不过，在高雄县地北的21处国家级或者是县厅的古迹，一年编列的维护费超250万，其中在负责标数的人士就占了一大半。民间想睇也从体同后得到修复经费的资源，根本是无可能。云林科技大学文化资产所的教授林崇希就指出，政府投入去睇文化上的资源一定有限，喺一出经望顿政府的补助，唔当来用入嘅机会，帮加速重新来确认火凤的意义到底喺哪位？真正的一个资本呢，是得地方的人重新再来问说，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来把它做一个社会动员的契机。号召这个伙房里面的成员一起来处理，那或者是整个聚落里面的信徒，大家一起来处理这座宫庙，那用自己的力量来重修，而不是呢要政府出钱来做修复。那政府出钱修复又会回到只是一个简单的那种物的一个层次，那跟整个这个社会的运作是毫无关系的。等到政府的资源，居民家庭自家同起来，喺体同后嘅体力礼拜，喺调查体检铁皮屋嘅画面，出现喺民农凹下嘅5家火房。一只100年嘅3堂屋，必须喺真正以来以前推做备好。他家做嘅迄地地土好嘅咯，也哈當啊，見啊規模安尼嘅屋嘅啦，3堂屋啊。咁忙嘅咧，喺度快起嚟，咁咪都爭上一個掉掉樣嘢啊，破壞起嚟快嚟，都沒冇磨啦嗬，那都等人呢種嘅嗬，偏呢啊熱曬風雨咩？體同以後，唔家種畜就家天開來爭火房。對人來講，100年的火房唔單止係一啲非所，mà係安身立命嘅地方。很多今年92歲唔家太家長吳先鋒，行一批有50年歷史嘅老洋樓，眼前本係的內轉，跌得睇一竿一竿嘅種菜項，原來冇用嘅洋樓，因為冬暖夏涼嘅特性，變成最好嘅儲藏空間。cái nào mong gì trời bù thu, ở đây đã chịu nó, có ngày sử dụng, ở miền địa phương này miền, là những cái nông cạn gì nó không có đâu cả là vô phòng man. trong 五家也種自家爭路屋嘅利益唔係改到，見到嘅火房因為農村人口嘅外流，連被關心嘅機會都冇。高雄縣政府面對總體嘅危機。從2008年開始，以3年的時間進行文化景觀的普查，一條普查結果將會成為未來文化企劃發展的重要參考。
那在高雄县政府这个部分哈，我们就文化景观的部分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3期哈。那也就是说，就县内具有文化景观潜力的一些区域，那我们目前进行第3期的一个处理。因为文化景观它没有很清楚的一个这个定位，说应该怎么样子来落实，也没有相关的法则，也没有积极的鼓励，它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登录而已，它只是消极的一个指认而已，它甚至连一个强制的力量都没有。闽南引流將權400通，播放更加係都話算出來，也闽南區嘅文化景觀普查，今年嘅年頭馬上開始到。學者認為，以政府現行嘅文化政策，唔單止無法出來全面照顧得到，補助嘅公平性也會受到質疑。現下總條保存最好嘅解決方法，係喺供民眾設價或食材。客家新聞曾粉之，我用波頭。